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新北市土城有一户人家一氧化碳中毒。讲这家伙的妈妈洗身躯洗到一半，感觉头晕无力，查某孙仔嘛有同款的症状，马上卡119送病院。啊，厝内底还阁有2个大人甲3个囡仔。 意识清楚，是预防性送病院。讲可能是后阳台的热水器并无强制来排开，而且佫晒衫晒甲密，阻碍着空气的流通，才会致使一氧化碳中毒。一家伙7个人全部送病院观察。刚好有过。救护车紧急赶往现场，因为警消接到通报，面体内底敢若有人一氧化碳中毒。伊讲外事外洗啊，拢白起，我唔知啊。因孙仔甲牵对啊去坐救护车尔。代志当发生伫今仔日早起4点半，新北市土城沿河路，2个身体无爽快送病院的民众，就住伫咧面体5楼加5楼搭。 这口座的妈妈，敢若是拄下班咧洗身躯，所以因为未通风，致使厝内一氧化碳浓度超悬。妈妈感觉头壳晕，身躯无力，厝内孙仔有同款的镜头，随卡119。另外，还有2个大人甲3个囡仔预防性送病院。事发的热水器倒倒伫咧厝内后壁阳台，敢若也无装强制排气，衫裤甲拢披伫遮，才会致使空气无流通。现场也有量测这个 CO 的数值，那发现有 CO 的成分在这个空气里面，这些民众他大概身体都已经是恢复的状态哈。初步检测，面体内底一氧化碳数值偏悬，是讲患者敢是因为热水器致使一氧化碳中毒，警消继续追查。 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